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星期日啦，又講下啲輕鬆啲嘅話題，同大家講下飲咖啡。咁啊，如果喺香港嘅朋友，相信中意飲咖啡咧，呢幾日都會留意就係內地嘅品牌瑞幸咖啡咧，就喺香港喺12月嘅28號咧，係連續開咗5間分店，嗰個聲勢都幾浩大，而且揀嘅地方咧，大家見到佢係即係都有策略性，包括係一啲商業區啦，譬如係上環嘅德輔道中啦，以至係尖沙咀嘅美麗華商場啦，咁亦都有啲民生區嘅，譬如好似係沙田啊呢啲都係一啲民生比較受歡迎嘅商場。咁你見到其實佢個部署都幾有策略。咁啊，最初媒體就發現瑞幸嗰個餐牌價錢呢，其實佢啲咖啡就一啲都唔平喎。話講緊同香港嘅星巴克呢，價錢都貼近，可能講緊一啲受歡迎嘅特色咖啡呢，都要30-40蚊一杯。咁但係到星期六開張嘅時候呢，謎底係解開啦。咁就原來首次幫襯用 app 攞一個優惠券呢，其實嗰個價錢呢可以係平到15.9一杯，已經係包括一啲所謂特色嘅產品啦，好似係好受歡迎嘅所謂一個生椰拿鐵，我唔知係咪加咗椰子味啦，呢個我就未試過啦。咁就見到係一個比較以低價嘅策略呢，係去強攻香港呢個市場。咁而且佢仲做咗唔同嘅品牌推銷啦，包括係一啲 I Love Hong Kong 嘅紙套啊、杯套杯套啊、紙袋啊咁就似乎係都係一啲品牌嘅形象塑造啦咁瑞幸自己都講呢，其實佢哋預計香港嘅咖啡市場呢，仍然都有增長嘅，講緊今年嗰個規模呢，已經接近200億，講緊190幾億㗎啦。咁相信未來呢，都會係繼續喺香港呢拓展呢個消費市場。咁當然啦，就大家都會好不自然將瑞幸嘅產品同星巴克做比較啦。咁因為其實喺內地市場呢，大家見到瑞幸嘅一個進軍內地市場嗰個規模呢，已經係打到星巴克呢。星巴克舊年喺內地嗰個今年喺內地嗰個收入呢，係大跌咗1成1。咁相信就係正正受到瑞幸咖啡呢一個低價拓展市場嘅策略影響啦，影響到星巴克嗰個市場表現。其實香港嘅咖啡市場呢，其實一向都唔細嘅。大家中意飲咖啡都知㗎啦。其實除咗星巴克啦，當然有 Pacific Coffee 啦，而且仲有好多唔同嘅小店品牌。其實呢幾年都好受大家歡迎，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咖啡出現咗啦。但係以瑞幸喺內地嗰個規模，講緊佢用佢同樣嘅一個市場嘅效益去拓展香港市場呢，的確可能係會令香港嘅咖啡市場呢出現一個幾大嘅轉變。大家留意瑞幸喺香港嘅拓展策略呢，就唔係同星巴克嗰啲一樣，佢用一個所謂外賣店啦，即係自取店啦，呢啲咁嘅形式，就用一個比較細規模嘅店鋪門面啦，就有咖啡師主力都係做一啲外賣市場。咁變咗就其實嗰個經營成本呢，同星巴克其實就唔係嗰一回事啊。基本上都係一個好低做租鋪，以至係只係需要好少嘅員工人數，亦都唔需要有一啲清潔啊好多嘅收銀啊、服務啊、侍應生嘅樓面。咁呢個同而家星巴克嗰個做法呢，係相當之唔同，亦都可以大幅壓縮咗呢佢嗰個經營成本。咁但係始終咧，香港做生意咧嗰個所謂人工嘅成本咧，仍然都係冇辦法減少，因為香港嗰個人工咧，始終係一個應該係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偏高嘅情況。而且仲有個情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實咖啡豆咧喺過去一年嗰個升勢咧係相當之誇張。講緊2024年咖啡豆個升幅咧，其實講緊係超過80%，係講緊創咗歷史新高。呢個其實同氣候轉變，所謂氣候暖化，以至係一啲主要嘅咖啡豆生產國，譬如巴西嗰個產量呢係受到影響有關。有留意大宗商品嘅朋友呢，其實應該如果有投資咖啡豆嘅期貨呢，應該今年都進帳唔少，甚至乎完全係跑贏其他資產市場。唯一可能輸俾就係比特幣咯。咁但係瑞幸用一個咁嘅低價策略去攻入香港市場呢，其實係已經係將所謂一個內地內卷化嘅情況呢係捲入咗香港。
有留意內地嗰個咖啡市場呢，其實原來瑞幸喺內地呢已經唔係低檔次嘅品牌喎，原來已經係中檔次啊。點解咁講呢？原來喺瑞幸喺而家喺內地嗰個咖啡嗰個賣價呢，講緊呢係大約十幾蚊一杯12蚊、15蚊一杯，已經係包咗所謂優惠券。咁但係而家喺內地一啲更平嘅咖啡店呢，似乎亦都係即係陸續登場啦。譬如好似係杭州有一間叫 T97嘅咖啡呢，更加係平到6.5元人民幣呢，就已經可以係提供到一杯咖啡。亦都聽講咧係質素唔錯。早前亦都聽話傳聞咧有傳聞報道啦，話香港嘅一啲中上環嘅咖啡店呢，正正就係用 T97咖啡嘅咖啡豆呢，係可以平到10蚊一杯就做到外賣市場。咁你見到其實喺內地嗰個咖啡市場呢，個競爭係相當之激烈。正正就係反映一個消費降級嘅現象，大家都唔願意再去幫襯一啲所謂高檔次嘅品牌。雖然你星巴克好講求生活品味，有舒適嘅空間，亦都可以慢慢坐低嘆你一杯咖啡。咁但係而家喺消費降級嘅情況之下呢，似乎內地受歡迎嘅應該都係一啲以低價為進取嘅一啲品牌。咁而呢個現象呢，令到瑞幸喺內地呢，其實都受到幾大嘅影響。瑞幸而家呢喺美國呢係有上市嘅，佢上市嘅市場係 OTC。點解佢喺 OTC 上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幾年前呢，瑞幸曾經係威係勢咧喺美國嘅主板市場上市，但係冇幾耐呢，喺上市1年內呢，就被揭發出佢做假帳嘅醜聞，被美國證監會調查啦，中國證監會亦都有調查。結果係引發咗一啲股權嘅變動。咁而瑞幸呢，雖然係喺美國嘅主板除咗牌，咁但係佢就轉咗去 OTC 嗰個市場，所以其實佢嗰個經營帳目呢，仍然可以大家喺公眾資料呢係揾得到。咁而大家睇翻股價表現啦，雖然話星巴克今年個股價表現係相當之疲弱，但原來瑞幸喺美國 OTC 嗰個股價呢，跌幅甚至係大過星巴克，講緊全年係跌咗1成1。雖然第三季嘅毛利有改善，咁但係似乎收入亦都係受到影響。咁呢個都係反映緊瑞幸呢係受到即係內地一個消費降級個影響，而變成一個割價戰呢，其實都係幾影響瑞幸嗰個經營嗰個策略。而且內地有個情況呢都幾值得關注，講緊就係因為要追求成本效益，以至係要壓縮嗰個成本，咁令到一啲咖啡店呢出現咗一啲所謂人手不足，但係又應付大量低價嘅需求。咁變咗咧，好多時形成咗一啲所謂員工同埋顧客嘅一啲衝突。譬如之前講一個所謂主打精品咖啡嘅叫做Manner，就多次喺內地咧傳出員工同顧客衝突嘅事件，甚至咧係出手打人嘅員工。咁呢個喺香港當然匪夷所思啦。咁但係原來喺內地咧，因為嗰個經營壓力非常之大咧，係令到顧客同埋員工之間咧經常出現咗一啲衝突。咁呢個情況咧都係值得關注。如果內地呢個所謂消費降級，以至係一個所謂內卷化嘅情況咧，係繼續席捲香港咧，其實呢個都會可能對香港嘅零售市場咧產生一啲幾翻天覆地嘅變化。我離開香港大概都3-4年啦，咁我留意到有啲朋友講呢，其實而家內地香港嗰啲所謂街鋪好多品牌呢，都已經唔係我熟悉嘅香港品牌，而變咗係好多一啲內地，無論係檸茶啦，以至係雞煲啦，以至係其他特色飲食啦。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咗香港個消費降級現象。咁但係困難嘅情況係香港嗰個無論係鋪租同埋人工呢，仍然係比較偏高一啲。咁如果內地呢個所謂消費降級繼續用一個比較低價策略進軍香港嘅零售市場，其實會產生啲咩變化呢？會唔會令到整體無論係頭先講嘅人工、租金都會向下流呢？我曾經上個禮拜同大家分享過夾公仔機點解咁盛行呢？正正就係啲業主唔希望自己嘅鋪咧係丟空咗，希望就算用一啲平價啲都可以揾到一啲租約。
唔理係臨時啦，甚至一啲大型嘅商場用2到4年嘅長租去吸引夾公仔機進駐。瑞幸嘅情況亦都一樣，佢今次進軍嘅某一啲呢，其實都係大型商場，好似係恒基嘅美麗華。咁我相信呢個趨勢呢，其實喺未來香港嘅零售市場呢都會繼續。咁呢個情況呢都值得大家留意住，因為呢個影響嘅唔係單止一杯咖啡嘅價錢，而係講緊可能係香港整體嘅薪酬啦，以至係嗰個租金嗰個競爭力。好啦，星期日簡短同大家分享，我哋星期一再會，拜拜。